嘉義市文化局是來邀請在地烏克麗麗表演團體呢，來配合着本土語言的計劃舉辦活動。那是用台語來小解烏克麗麗這個樂器，佮教大家呢來彈台語的吉他歌，推廣台語也有多元的文化體驗。就是跳蚤，知無？家蚤，好，啊，你是啥物意思？你就是跳來跳去、跳來跳去的意思。所以烏克麗麗用台語向大家來紹介四弦琴烏克麗麗這個名所代表的意思。嘉義市文化局為了要推廣本土語言的樂土計劃，配合台語家庭的活動，邀請四弦琴的在地表演團隊設計台語的體驗課程。烏克麗麗的部分啊，為咱夏威夷來講吼，伊是叫做烏克麗麗。吼，啊，這個烏克，吼，就是因講的吼，咱的家蚤，吼，咱的跳蚤，咱的家蚤，啊，伊吼，佇這個琴頂管，咱咧跳來跳去足古錐的，啊，其實這個烏克麗麗啊，用咱的台語來講的，伊是叫四弦琴。阿爸，我會較去用掉吼，啊，因為吼，咱台語歌就是安尼做趣味的。上課的老師用趣味的囡仔歌做教材，毋來用台語來教囡仔正頭仔的講法，佮配合較好的手勢，教大家用記載、中載佮歹載來彈四弦琴。會當用台語來學着這項樂器，參加的民眾攏感覺真新鮮。足趣味的啦，因為你即擺囡仔足少攏講台語，大部分攏講國語爾。啊，加減學台語我那袂歹啦。小孩子同時又在學音樂，又在學台語，兩個都在學，這樣子就感覺好不一樣。然後他們也是，就是感覺還蠻好玩的。文化局表示，台語的學習除了在地文化甲日常生活學習以外，搭配無同的課程安排，會當豐富母語學習的內容，嘛增加民眾對台語學習的興趣，和多元的文化體驗，增加民眾學習母語的機會。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